咱国头一只国造的畅水艦海鲲号，明年敢会当顺利交艦呢？国防部长顾立雄就证实讲，海鲲号按算伫明年3、4月啊进行海上测试，明年11月交艦。国防部也已经编2480亿，要搁再做7只畅水艦。顾立雄表示讲，8只畅水艦会当发挥投射稳重的效能，目前也有和友边国家签订互相救援的机制，提升水底救援的能力。 个人已经5万只固地只国造畅水艦海鲲號，当日军军在进行撇港的测试，但是面对10几項确实需要改进，目前进度差不多伫50%左右。当时当来到海上的测试和明年敢会当顺利来交艦，真受关注。国防部长顾立雄是正面来回应。大概预计3月开始进行海上测试，3月底4月初可以进行海上测试，合约的完成在114年11月的交接。 顾立雄证实，海鲲號是按算明年11月来交艦，尤其國防部已經替沙特來軍艦做準備，一口氣編列2840億的預算，對114年到127年，用14年打造7隻暢水艦，用2+3+2的方式建造。顧立雄解釋講，8隻暢水艦會當發揮機械隱密的作戰用途，學者認為講會當來幫助維持國防產業的量能。美国或是日本，他们就是尽可能让自己的这个 国防产业，它前建那个建造工业能够让它维持一定程度的持续的运作，这样子你的厂房、你的这个人力啊，这各方面其实它都可以保持的那个活泼，然后就是它的这个设计啊、建造的这些能力能够持续维持。针对未来畅水艦的作战，最后救援能力敢唔够？顾立雄讲，除了规划救难艦，嘛含友缅国家来签订相互救援机制。另外，国防预算配置重点是反映国军，甲重点放伫 AI 运用和无人机的采购。 外边梯度跟着出击，战甲车各种火炮拢出来，对海面来开火，真正拍到射击的区域。金防部19伫烈士东港附近是开始太武操演，强化外岛的防卫能力，但中传出渔船干扰影响操演。确实完成反登陆作战，各阶段战术行动精确打击目标区，除展现官兵平时精实训练成效。 更验证外岛防卫作战能力。国军严正防空作战，中国航艦辽宁號18时大动作通过台北东北的海域，同时敢有大量的机舰绕台。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干部是一直锁定辽宁號的动态，掌握辽宁號和2只驱逐艦航向西太平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